对伊脚步，大家真情，大家真情，来行天路，来行。多项代志，相相帮助，安慰夫妻。不用那个地方，打着主，打着主，不要打着主，不要急急忙忙的，好不好？好，打着主，打着主，对伊脚步，对伊脚步，对有调，好，来再一次，那我们唱一次，男生的部分，假男生可以，请你们就唱。大地我求主，眼光明镜。来，从开始背，前面一开始背，来。地我求主，眼光明镜，大家主旨，我喜和平，主你听他，别过无比，打着主，打着主，伊脚步，对伊脚步，大家真情。请你就可以做和声。来，我们再一次的第一节从头。对，老师麻烦你弹前奏。来去，地我求主。节，愿我求主催变我心，让我听你日日那去，将我生命献给你，不但我主给我恩典，主你谦卑，我无家己，我心里苦。那求救主做我牧者，带我经过深溪旷野，兄弟姊妹才做一体，大家同行天路无题，日日交杯。我们在第三行的谱表，就是一种的，你的再一个复述，你的再一次的回应，因为日日交陪，你嘛甲我讲，你要教我日日交陪，哪久会哪深，然后好歹经有三听无尽，你也是再一次的在呼应，好，好歹经有三听无尽，无论咱有拄着什么货，什么款的环境。
好歹嘛是拢是主所定，所以出日落雨2项嘛是拢有功效。吼，下来咱过来唱一摆第一节就好。人准备心来上到敬拜主。毋过若会当唱和声的，请你就唱和声。阿门来，伫我求主眼光明镜，来给主指我路面，我要讲的我无比，我给咱起来到家里，把丢主。亲爱兄弟，大家平安。即马咱要开始进行咱的主日礼拜，请将你的手机关机，以免影响咱礼拜进行。请安静咱的心来敬拜主。我的上帝，我的王啊，我要尊你做权，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的名。上主恩惠有怜悯，无快生气，有大慈爱。上主啊，你所做的一切要感谢你，你生的子民嘛要称赞你。所有求救上主的人，伊甲伊亲近，伊亲近诚实求救伊的人，我的嘴要讲出称赞上主的话。愿一切有生命的，拢永永远远称赞伊的圣名。咱来吟诗而落上帝，圣诗278首，
圣诗278首，圣徒自治主圣殿，请咱起立吟全首。咱依愿徛着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昆州庙岛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来启应文第33篇，也是诗篇的139篇。启应文33篇，伫圣诗的后壁面1057页，显着咱三角来启应。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我的一举一动，你拢知。坐声。对情你嘛看会出来我的心思，我行路，我休困，你拢在看。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上主啊，我也未开喙。你已经知我要讲什么。你伫我的前后保护我。
你亲手保护我，你的财物遐尼奇妙，遐尼高深，超过我的了解。去倒位我才会当多壁你。走去倒位，我才会当多闪你。我若爬上天，你伫遐；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我若飞到日出迄边，还是去到日落迄边，若就伫遐，你的手嘛会引带我。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我若求黑暗甲我藏起来，叫暗暝甲我压榨。对你来讲，暗暝无算是暗。暗时亲像你是遐尼光，这声对你来讲，黑暗甲光明拢共款。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你的心思实在袂算计。我若要算，比海沙较济。若算袂了，嘛袂当透彻你的奥妙。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考验我，知我的意念。求你指点我，予我无歹行为。助我行永远的道路。这时，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学了你至关至圣的名。嘛，感谢你，予阮这卑微有罪的人，领受你的疼痛恩典，会当执行你的圣殿，敬拜你的圣尊名。予阮会当因为你的信息甲慈爱，享受甲你同在的喜乐。亲爱的主，阮向你献上感谢。阮知你是了解阮生命的主宰，阁是创造，阁永远疼阮的上帝。所以，阮要向你认罪。阮时常倚靠家己的气力，想要伫即世间展示家己的智慧甲能力，用骄傲的心来显明家己的聪明。阮虽然时常想要去疼人，总是阮的疼心无够也，实在有限。主啊，怜悯阮的软弱，赦免阮自悬的心，因带阮，互阮用你的疼去疼人，用你的恩典去清去阮生命中所有垃圾甲歹行为，帮助阮，互阮伫你疼的内面会当得到完全清气。主啊，恳求你透过圣神的带领，伫阮的生命中做新的事，互阮一生服侍你，一生敬拜你，一生来荣耀你。恳求你带领阮，互阮手所做的工得到坚固。求你牵阮的手，无搁放，免得阮失去方向，规日找无路。求你，互阮知影，阮是你所要使用的器具，谦卑显家己诚做偌济。求赎阮的主啊，感谢你听阮的祈祷，愿阮的嘴所讲、心内所想的，伫你的面前会当得到接纳。伫这个时阵，恳求你甲阮的牧师三甲基地，互阮透过牧师所讲的信息，会当过一届更较清楚你的心意。阮将续来时间交托伫你的手中，恳求圣神的保守甲看顾。这时，阮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目的带阮入日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时，咱来共听上帝的话。今仔日圣经节是伫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章26节到31节。哥林多前书第1章26节到31节，伫周报的内页第3页，显着我来读。兄弟姊妹，着会记得上帝呼召恁的时，照人的标准，恁中间无偌济人有智慧，无偌济人有能力，无偌济人属上流阶级。
上帝故意用世间人看作戆的代志，来互巧的人见笑；上帝用世间人看作弱的代志，来互强的人见笑。上帝用卑贱世间人所藐视的、看无上目的代志，来破坏人所看重的。对安尼，世间就无人会当伫上帝的面前夸口。毋过，上帝互恁甲基督耶稣结连，互上帝成做咱对上帝来的智慧，就是互咱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相是正做上帝圣洁的子民，搁得到自由。照圣经所记载，要夸口的人，就夸口主。以上，愿上帝赐福听叹伊话，搁照安尼行的人。所来教会诗班要带咱来吟诗学老上帝，因今仔要献的诗歌是《天父恩典真正大》。这时，咱要请牧师来正道，伊今仔要分享的题目是“愚公甲智慧”。兄姊平安。这时请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阮感谢你，伫主你圣的主你，你搁一摆呼召阮来到伫主你的面前，阮伫即个时阵伫主你面前，恳求主你将你家己的话语来对阮来阐明。也互阮真知影主你的心意，互阮会通活出主你爱阮活出的款式，诚做主你所欢喜的学生，甲主你的囝儿，阮安尼将以下时间恭敬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愿圣神亲自来启示阮，来帮助阮、引带阮，
安尼恳求祈祷，拢上过做基督圣名，阿免。伫2礼拜前我有讲起到即个上帝国的经济学。有会友就咧甲我问讲，牧师啊，若安尼吼，我就迄落安尼真简单我就安尼像讲，即马伫咧网络面顶，也是用刷卡的，也是甚至这个用那个一指神通 Line Pay 什么 Pay 安尼一次就甲这个21%就安尼怎甲奉献出去，安尼就好啊。事实上，咧讲即个时阵，咱讲真简单，但是真正咱若要甲即个钱奉献出去的时阵，我想这是一个真大的属灵的考验，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咱要安怎将即个安尼21%，咱真正欢喜，也就是讲，即个地的四角，咱无一尽拢甲收割，才会要留做伫上帝国度以及关心一切孤儿寡妇，这真做一个咱真大的考验。这也是历史历代以来所有基督徒一直咧面对的挑战。我用这个先来做一个例。伫咧马拉基书内面讲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恁着将1/10的奉献全数摕来放伫库房，安尼我的圣殿就有够野的食物来试看我为着恁开天窗，将福气拼落来，互恁无的吼。咱伫咧看即段经文，甲头一段的即个经文的即个内面，咱注意看，头前即个是伫咧利未记内面所讲的，罗马手来到一个即马拉基书内面遮所讲的时阵，伫咧第3章的第8节所在是上帝咧控告伊的百姓。是安怎上帝控告伊的百姓？因为大家人无照1/10，何况头拄牧师说讲的是2/12，12奉献。这个12奉献，甲伫11奉献，这是一个真大的咱讲真大的挑战。这也是真做咱的祝福的一个来源。伫咧即个所在，上帝安怎讲？伊讲：你来试看卖啊！我为着恁开天窗。就讲咱到底对上帝有偌尔啊侪的信心？当咱若对上帝有信心的时阵，就算讲你伫咧你所领到的，你只有敢若拥有迄个79%，迄个21%无属伫你的。但是咱犹原对上帝有迄个款的信心的时阵，上帝伊要互你迄个79%，犹原互你有够额，搁有剩。问题是，咱有要安尼来信无？咱有要照安尼来行无？我用我家己来做例，我伫咧开始，我还未读新人院进前，这篇的信息其实早就已经伫咧我的心内，但是迄当阵我所听到的信息是敢若11奉献。我敢若听到就是我进前咧分享的前半句，但是后来我照安尼行，搁伫咧我进前以上所领受到的，伫咧迄个所在，先知安怎甲迄个约沙法王讲，你所我交代你的，你要加倍去做，你要加倍。所以我迄当阵是安尼来行的，所以我迄当阵我就开始12奉献。这张的相片内面是我一个我第2查某囝，恁毋知影我第2查某囝是伫咧倒位无？迄个右边，迄个祈祷足迫切的迄个小朋友，我要用伊来做我今仔日所分享的开始。我的查某囝昨伫咧
参加着即个台北市迄个是啥物国中？啊？哦，敦化国中哦，台北敦化国中的即个，你就知影讲，我连这我嘛无咧理，我将伊交代予上帝。伊伫遐伊真紧张，伊昨是敦化国中的老师、教师、真试的迄个复试，也就是试教。我自我少年的时阵，我囡仔还阁细汉的时阵，我就将这个囡仔交托给上帝，因为我无法度教，因为我能力有限呐。后来我甚至到伫读新学院的时阵，迄个时阵陈启才只有干那幼稚园尔。伊伫咧迄个过程内面，我去读新学院，即个囡仔搭要安怎来教？伊一个变做无老爸，伫咧伊的身躯边，迄个无一个老爸的形象。所以我将我的囡仔交托给上帝。讲主啊，我只有将我的囡仔交托主你，但求你来引带来带领。我的三个囡仔就是照安尼，我就是安尼将因来交托伫主。所以因伫咧细汉的时阵，就安尼，迄落。只要阮若是有去服侍，阮就是甲囡仔带咧。若是有当时无法度囡仔带咧，就是我出去服侍无顺样，甲囡仔顾咧。阮是安尼，互囡仔伫咧迄个过程内面，因自细汉就伫迄个中间来学习伊的爸母怎样伫教会内面服侍。所以这个细囝，落尾因大汉了，因游玩家己伫咧因家己，不管伊是伫咧倒位。甚至伊去读大学的时阵，伊游玩，伊去到伫大学，伊去到伫伊所读的学校的附近，伊就是阮拢是第一个件代志，就是伊去注册的第一件代志，先带伊去教会，去认捌教会的牧师，因就伫迄个所在，伫遐来开始，伫遐来参与服侍。我对遮安尼来讲去，就是讲，咱要安怎来帮助咱的细囝？互因伫迄个所在来领受对上帝来迄款安尼祝福。今仔日咱真济，我常常会听到有会友甲我讲，牧师啊，当要安怎？我的囡仔怎样搁怎样？但是咱却无愿意来将咱的细囝带来到伫上帝面前，互咱的上帝将。全部来交托伫主的手中，互伊真正伊欢喜来顺探上帝的带领甲引带。所以，就算这个是我的第二查某囝，伊就算讲伊后来伊伫咧安尼，迄落伊即摆先生，迄个时阵咧交往的时阵，捌甲伊册，将近安尼1年外的时间。伊伫咧心内底有最的迄个苦痛，但是伊犹然无离开主。伊伫咧迄个4个月时间，应该讲1年吧，还是4个月时间，伊读圣经读4遍。伊敢若伊甲圣经读完4遍，伊伫遐伊敢若要甲上帝，伊要甲上帝哀求。讲，你是安怎互我拄着安尼的代志？咱到底咱对咱的信仰，咱到底是安怎咧看重？咱伫咧面对咱的每一件代志的顶面的时阵，咱怎样去看待咱所拄着的每一项代志？我的即个查某囝，伊就是遐尔啊，安尼咱讲安尼讲，迄落安尼。天条伫主的话，伊就算讲伊拄着较艰难的事的时阵，伊犹然是伫迄中间甲主抓条条。所以伊伫咧即届伊考试的时阵，伊犹然伊甲主安尼甲抓条咧。伊知影讲伊犹然伊能力有限，所以伊犹然真努力伫遐准备了，剩下摆代志伊交托主。
所以伫咧昨考试考了，伫咧今仔日透早12点，咱的即个考试就会公告，所以伊的名单就伫咧即个面顶，伊正式成做一个国中的老师，阁是争取第1名。我无要伫咧即个中间乒乓啥物货，我只是敢要爱咱知影，就是当你甲上帝看做迄个要紧的是，你迄个心中迄个第1位的时阵，上帝嘛甲你看做第1位。所以咱会用来想象一下，今仔日咱到底咱的信仰到底咱将主放伫咧第几位？所以伫咧历代志下第20章即个所在，伊讲起到一个故事一个实际的例，就是即个约沙法王，伊面临三国的联军，三国联军，也就是有以东，个迄个迄个以东，个另外两个叫做啥物名叫？路德伊的罗德的原生的家族什么会？好，不管。摩押，对，是的。有以东，有摩押，个另外一个我袂记哩。这3个国家联军要来攻打犹大。犹大王心内充满了着惊，但是王伫咧迄个过程内面，伊敢若做一件代志，伊来到伫上帝面前，伊伫遐承认伊家己的无够业，所以伊伫迄个中间，伊来向上帝祈祷，上帝就找即个伫咧安尼利未人内面的即个即一个安尼先知来对伊讲，伊讲。在犹大众人犹大众人讲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王你们要留心听，耶和华你们如此说，不要为这个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而是在乎上帝。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看他们从那个喜斯坡上来，你们必在耶鲁伊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犹大和耶路撒冷人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我要讲这个时阵，就是讲今仔日咱真做一个基督徒，咱伫咧面对着咱所有生命内面所拄着的每一个艰难困难的代志的顶面的时阵。咱所应该爱有的一个态度，伫这个经传内面，伊安怎讲？伊讲咱爱准备啊，伊毋是讲咱毋免准备的，伊是讲咱爱准备讲，但是准备好了是创啥物货？伊讲你毋免准精神，你应该爱摆阵，创啥？看耶和华为恁施行拯救。这个也就是讲，今仔日咱伫咧咱的生命内面，咱所拄着咱。亲像阮的查某囝，伊毋是讲我要考试啊，我怎将所有一切拢总交予主，我拢毋免准备，无伊有完准备了后，伊做伊应该做的，搁怪伊将剩的代志，伊交托予上帝，予上帝做伊应该做的代志。所以就约沙法王，伊就伫咧迄中间，伊伫遐设立祭司迄个。迄个唱歌，也就是亲像咱即摆现主时的诗班同款。伊伫咧所在，军队摆阵，计势摆好了，伊互利未人安尼举着约柜去伫咧阵的头前，伊伫遐创啥？国怪伊嘛无做代志，敢若互迄个遮个迄个祭司甲遐个利未人伫遐来唱歌讹罗上帝。当开始唱歌讹罗上帝的时阵，上帝的灵就运行伫迄个中间，互
去三国联军了后，就将两国联军来拍伊东这个国家。这两个国家将伊东拍败了后，另外这两个国家创啥？互相残杀。从那伫咧迄个中间，三国联军全部被剿灭。犹大国用3天的时间来扣所有这个战场面顶所有的那个遐战利品。咱就通知影讲，上帝伊咧做工的时阵是超过咱的所想。所以，你今仔日咱到底咱是要互主来做王，还是互咱家己来做王？咱要挖靠咱家己，还是要互挖靠咱的主上帝？这是真做咱今仔日咱这个主题内面一个真要紧的。咱要真做一个愚公的，还是要真做一个智慧的？同款，咱要来看这个新闻。这一则新闻，因为我感觉讲需要来说明。小甜甜是咱伫咧4月份捌来咱教会来分享的这个艺人。我唔知影讲恁看到这个新闻的时阵，恁用什么款的？看到这个新闻，恁安怎去想这个新闻？我5月初9的时阵，看到这一则新闻的时阵，我心内有侪的艰苦心，但是我所艰苦的是，安怎小甜甜伊奈受家暴，是咱敢若只有看到讲伊好像是离家出走，惜爱女离家出走，可是这一则的新闻，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咱若确实去看伊的这个新闻的其他甚至看伊内底的内容的时阵，伊安怎讲？伊讲其实是伊甲伊的先生伫咧迄个厝内面，安尼为着咧教育囡仔的顶面，的一寡问题，伊伫遐讲啥？伊讲，迄落伊升格做妈妈，所以安尼伊就安尼，我看迄个新闻伊伫遐讲安那？伊讲。伊看见伊的细囝有一寡红疹，所以伊感觉真紧张，伊的意思安尼才拄操作老母，但是伊的老公伫咧边仔冷言冷语，结果伊怎啊顿时，伊讲啥？这话让他顿时失去理智，打给妇幼保护专线求助。隔天就带着他的孩子离家出走，过来呢？她说：“为了不让她的老公好过，所以她把家中所有的冷气、遥控器都藏起来，就是不让他吹冷气。事后怎么样？邀夫妻，就是伊的迄个好朋友叫做林什么的，林道远，对，邀他们夫妻2个人来沟通，2个人才解开心结。这一则新闻是雅虎的新闻，我们再看另外一则新闻，这个是虚新闻内底。”咧讲的新闻，同款嘛是讲到这一则的故事，但是伊即个内底咧讲啥？伊讲是只是这两口，这两小口，小两口在拌嘴说气话，让人傻眼，伊有真正靠去有专线吗？应该是无，是干那为着落尾手。伊讲这样，吓得他赶紧了解状况。林道远安尼讲，搁怪安怎讲？伊讲伊后来亲自解释说，伊与伊的先生，对伊的冷言冷语，甲伊所处理的。咱伫咧看这一则新闻的时阵，咱伫咧看的时阵，第一个，咱爱知影的是，如果说他真的是家暴，那咱应该看清楚的是啥？应该是爱去认明伊受到家暴。过来，这一则新闻，咱看到这一则新闻的时候，咱需要去了解伊的背后到底是安那这一则这么小的新闻是安那会出现伫咧
即个网络面顶。我后来去了解，是因为因要出新的节目，要出新的节目，但是又怕说，迄个就是伫咧网络面顶，也是讲伫咧即个媒体内面，迄个关注度不够，所以找一个互人有法度吸睛的新闻来去专注伫咧迄个面顶。所以今仔日咱看一个事实的时阵，那亲像是事实。事实上，因是摕即个来增加因的关注度，这是伫咧媒体因伫咧运用。所以咱敢要将做互媒体操弄，甲咱拖来拖去。所以咱就要知影讲，因媒体为着因的商业利益，因会用做出很多的迄落咱不择手段。但是咱做一个基督徒，咱伫咧面对看到安尼新闻的时阵，你的心内到底安怎咧看，安怎咧想？我想这是咱需要好好去了解。咱若想哦，今仔日即个人有来咱遮分享，结果咱就因为安尼感觉讲哦，这个将做一个负面新闻，安尼伫咧咱教会内面伫咧遮分享。但是我要讲的是，咱应该看见的是一个人伊的性命悔改。但是伊的性命悔改即个过程内面，伊是毋是一改就都拢完全无啦？伊是愈来愈完全，伊是伫遐军队主的过程内面越来越完全。所以伊犹原共款，伊会有拄到一寡伊的刺痛，拄到一寡艰难的代志。所以咱伫咧看一个代志的时阵，咱毋好因为安尼来伫遐来，反而是甲伊负面扩大化。有一个故事安尼讲，一遍新学院咧考试，这新学院咧考试的时阵，只有2个题目，迄落申论题，请诉说撒旦的属性跟他的作为。另外一题，请诉说上帝的作为跟他的属性是什么？所有的新学要考试的新学生，就开始一直写，一直写。结果第一题写，就写这个撒旦魔鬼伊偌尼怎样做遮个问，安尼来安尼，互咱人类受到做的遮个搅扰等等遮个，写一堆了，时间到，第二题无写，结果伫咧迄个中间，只有干那一个安尼得到真悬的成绩，就是伊第一题，伊干那写不予置评，第二题伊开始诉说上帝的属性。咱伫咱的生命内面，咱到底是要专注伫咧上帝伊的属性，甲伊的所有的作为，是咱敢一直只感觉伫遐要看到这撒旦魔鬼伊所做所行的，看了对你有啥物帮助？咱应该是要专注伫咧上帝面前，敢毋是？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伫咧咱所看、所行、所做的顶面，咱所注目的，应该是伫主伊到底为咱做了啥物货，将一切阳光来归乎伫咱的主，敢毋是？所以，搁转来到伫咱今仔日咱所讲的即个题目，我要讲一寡迄个重要的观念，就是撒旦伫咧即个世界，伊利用侪遮个错误的观念来欺骗咱，所以直到咱活伫咧即个痛苦，甲伫咧咱的迄个挣扎的内面。当咱信主了，有一寡遮个安尼，咱讲太旧的迄个错误的观念，并无因为咱迄个信主了，咱自然就来离开，是来转变。咱是一直犹原，搁继续伫遐来影响咱甲咱的生活。伊会利用着咱的迄个旧性，甚至影响咱，甚至
用迄个咱的旧性来影响咱的教会。所以，伫咧咱个人的咱的性命，咱若无法度突破，无法度改变，咱的家庭无改变，咱的教会就无法度得到复兴。所以，甲你的隔壁人讲，你若无改变，教会嘛无法度得到复兴啊。咱必须要伫咧耶稣基督的迄个模范内面，甲着圣经的准则，以及伫圣神的引导内面，咱搁一摆来重新来看咱的性命，甲着咱家己迄个，咱家己到底咱迄个家己到底是有啥物款的观念？咱必须要去伫咧咱的性命内面，不断伫遐来认出迄个撒旦伊迄个咱讲欺骗的伎俩，并用佫毋是干那知影尔，咱要用着上帝的迄款的伊的迄个属上帝迄款的迄个真理来去取代，互咱会通得到改变，互咱的性命会通来得到复兴。所以我要来提出一寡甲咱的性命内面安尼有一寡息息相关的一寡重要的一个观念，也就是伫咧咱的人际关系的中间，咱往往会通安尼讲阻碍咱个人的复兴，也是教会复兴，甚至是规个主的国度的复兴的一个关键，就是伫咧咱的人际关系中间，咱时常咱会讲着讲，到底什么人是我的老师？伫咱的教会，咱有一半以上的公职人员。伫我3年前来到伫咱南阳教会的时阵，我对慧丽老师讨教会内面做老师的名单。迄个时阵，教会名单内面总共有49位，对幼稚园老师一直到大学老师，总共49位的老师。所以咱有一堆的老师。所以我要问讲，谁是老师？这是一个真重要的观念。老师是咱学习的对象，是迄个权威的迄个表现，是咱愿意去听谈的人。安尼，什么人是咱的老师？圣经甲咱讲安怎？伊讲圣经甲咱讲圣神是咱的老师，圣神是咱上好的老师。伊的确会互咱明白一切真理。因为这是圣经内面来讲，讲真理的神来的时阵，伊要带你了解一切真理。所以，当咱圣神伊的教导，毋那是干那直接安尼迄个真理来对迄种讲毋那是干那讲直接对咱个人来讲话，也时常安尼伊用着安尼侪的即个环境，是别人来教导咱。安尼，伫咱每一日的生活内面，咱要怎样来时常互圣神成做咱的老师？咱要怎样来去实践？什么人是我的老师？这个观念会通帮助咱时常来提醒咱家己，不断伫迄个中间来保持咱一个谦卑的心态，互圣神会通伫咱的生活的逐个处境的内面，来互咱成做咱的引带。所以，咱要问的是，到底是我是你的老师，你是我的老师？这个理念甲着这个辈分，也是讲年龄，也是学历、经历等等遮的，拢无关系。这是一个对待别人的观念甲一个心态。如果我是你的老师，如果我是你的老师，安尼。咱就无要互别人来教导，是来纠正咱的机会，因为咱将咱家己看作咱是别人的老师，所以咱就伫咧迄中间，咱真安尼讲真介意，讲真怪意别人到底有咧听咱的建议无？如果若是你是我的老师的时阵，咱就会将咱家己看作是一个学生，会通接纳别人的指正，佮愿意来去听别人的建议。你是我的老师，是一个愿意来放下咱家己，佮看重别人的迄个观念。安尼的迄个观念会通影响咱的
个处事的一个原则，也影响咱的咱所做的每一项代志的选择，甲着咱的反应。无论伫咧面对怎样的一个人的时阵，咱拢会伫迄个中间来伫遐来谦卑，来讲听叹上帝照着对方来对咱来所讲的每一句话。你是我的老师，影响咱的感觉着甲迄个态度，特别是伫咧面对着伫别人的迄个指责的时阵，咱毋若袂伫咧迄中间来生气。特别是安尼，迄落咱有咱感觉讲咱是对的时阵，反正咱面对安尼迄个指责的时阵，咱反正应该爱来感激对方，因为老师伫遐来责备学生是应该。安尼的一个观念就会影响着咱伫咧迄个所做的策略也是咱的行动的内面，互咱有法度伫迄个中间来谦卑咱家己，看重别人，搁达到为安尼讲一个有效的一个安尼咱讲团队服饰。咱会通看见到侪伫咧教会内面，拢拄着安尼的问题，大家人拢要做老师，结果就是安那一个团队，结果到尾也散了了，因为谁也不认讲。我也无输你啊，你会晓的，无一定我也袂晓，我嘛无一定会晓啊，是啊，我就一定要听你的。如果咱若是安尼迄款安尼的迄个心态时阵，你用想想讲，迄是一个散野野的一个团队。当咱若活伫咧你是我的老师的时阵，安尼迄个观念的时阵，身边的人同款会来受到影响。咱就无人敢伫遐来骄傲，伫遐讲我是你的老师。咱就会伫迄中间，咱大家伫遐来彼此来伫遐来学习，谦卑就是伫咱的安尼周围内面，包括着伫咱的家己的厝内、咱的家庭、伫咱的教会内面，就会渐渐来形成迄个文化。谦卑成做教会文化。也就是讲，咱用着你是我的老师来去对待每一个人，咱就会通伫迄中间来尊重别人，来伫遐来听别人的意见，也伫遐来互别人有机会来纠正咱的机会，也带着互也带互别人安尼迄个鼓励，甲着迄款安尼咱讲造就，互人的迄个信心得到建立。安尼一个观念，就会通帮助咱伫遐来培养到一个谦卑的性命，互咱进入一个咱讲，互咱达到无限。当咱每一个人拢是你是我的老师的时候，咱彼此伫迄中间来相对待，将咱家己来当作学生，用谦卑来对待别人的时阵，安尼圣神是咱的老师，就伫咧咱的生命内面来实践出来。圣神就是请做咱的老师，伊伫迄中间，伊就会开咱的眼界，开咱的目睭，互咱会通伫咧迄个中间，安尼对伫别人，就是对伫咱的所面对的环境的内面，伫迄中间，咱就有侪的迄个晓悟，伫咧中间有侪的学习。每一个安尼智慧有限的人，安尼咱伫遐咱经验有限，但是。那咱愿意对别人的心上来伫遐来学习的时阵，咱就要进入无限。每一天，安尼咱就伫咧迄中间，安尼互咱迄个，咱讲就像咱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咱有一天，咱就要安尼，诚做安怎，互亲像安尼世间人，互安尼看做戆的代志，上帝伊。却是故意互这世间人看做戆的代志，来互巧的人见笑；也要互世间人看做弱的代志，来互强的见笑。咱每一天，咱伫咧中间，每一个人拢会通成做咱的老师。只要伫咧安尼，照着咱过去，咱一直伫咧中间不断伫遐来宣讲的，互上帝迄个体系迄款的信仰。来安尼影响咱每一个人，来替代即个俗世的即个信仰。任何人拢是咱的老师。当咱
安尼用着你是我的老师来伫遐来对待安尼每一个人的时阵，咱就活伫咧即个上帝话语的迄个亚坎，甲伫伊的保护的内面。迄个时阵，咱就用想象讲，连撒旦魔鬼也要来离开咱，来逃走。所以咱会用伫迄个中间来用想象讲，今仔日咱若是用着你是我的老师，安尼迄款迄个谦卑的态度的时阵，你用想象讲，安尼就想象讲，如果咱伫咧翁仔某的中间，迄个丈夫甲着即个伊的太太伫遐来彼此看对方是我的老师，咱就愿意来放下咱家己，来彼此伫迄个中间来互相尊重。迄个夫妻之间的迄个纷争，自然就消失去。撒旦就无法度伫迄个中间来毁坏咱的婚姻，敢毋是？伫咱的家庭内面，如果若假使父母甲着咱的细囝，咱彼此伫遐来看对方是咱的老师，咱伫迄个中间彼此来尊重，彼此来肯定对方，咱就会带来迄个关系的建立，甲着迄个家庭的合一，敢毋是？伫咧教会内面，也是伫咧任何的环境，伫咱的工作场所，如果咱若是共款，咱若拢对待每一个人，拢将因看做是咱的老师的时阵，咱就会一个无共款的性命，也要来影响侪人，互侪人不管是伫咧教会内面也好，伫咧咱的工作场所内面也好，咱就会看见每一个人拢是我的老师，咱就关系来得到建立，佮彼此伫迄中间来受造就，佮伫咧彼此之间迄个之间伫遐互相来伫遐来安尼相友相牵，来伫遐来互相来成长。只要咱若伫迄个中间安尼，迄个带领的理念是你是我的老师的时阵，咱就会将咱着甲人的迄个之间的迄个问题，拢会通来得到解决。所以咱彼此之间的迄个关系也会哪来哪坚固。所以时间的关系，牧师敢若讲第一个观念，你是我的老师。咱其他咱各个咱伫咱的教会内面，咱伫咱的生活中间，咱伫咱的家庭、咱的亲子的关系，咱拢用着你是我的老师，安尼来下迄款的态度来去看待对方的时阵，咱要有一个无共款的性命，也要互侪人来看见咱的性命的改变，就将一切荣光来归伫主，因为咱所活出来是迄个合伫主所欢喜的。就迄款安尼的性命，要影响侪人，要带来迄个人际关系的迄个复合，个以及着侪的，互咱的迄个性命，要安尼来成做侪人的迄个祝福甲帮助。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伫咧面对安尼的你是我的老师的时阵，即个观念所着重的，咱会记哩，即个。伊毋是伫遐咧传递迄个老师的迄款的身份，伊是伫遐咧传递着迄个一个谦卑的性命，帮助咱个人来培养迄个谦卑的性命，也带迄个讲带来迄个谦卑的迄款的文化，就咱会通伫迄中间来消除迄个彼此之间的迄个纷争斗争，迄个宽变的迄个冲突。当咱人拢看别人是咱的老师的时阵，咱愿意来放下咱家己，彼此伫迄个中间来学习，圣神就要做工伫咱的迄个中间，来互咱安尼带来迄款安尼和睦甲合一，就咱的教会就会有一个无共款的，是一个要进入无限，是一个教会要成做一个上帝要复兴的一个教会。所以求主帮助咱，会通透过着咱今仔所领受的，咱搁一摆来思考。牧师也有3个问题，互咱好好来去来默想。伫咱信主了，为什么以外还阁有侪人的性命无法度突破？咱的家庭无有改变，教会嘛无有复兴，安尼咱的性命到底咱有得到复兴啊无？
第二个问题，伫咱的人际关系内面，往往是伫咧安尼阻碍咱个人的复兴，甲着教会复兴，甚至是规个上帝国度的复兴的一个真要紧的关键。咱伫咧咱的家庭，甲着咱的教会，甚至伫咧你的工作的场所，你有甲人有好好的关系啊无？第三，为什么落实你是我的老师？伫咱的生命内面，咱的生活内面是遐尔啊重要。咱的生活中有倒一件代志是咱无法度去听别人的意见。咱如果若有的时阵，安尼咱爱好好啊来去深想，到底咱伫倒位出现问题。当咱的生命，咱只有干那看到别人的问题，无看见咱的生命的问题的时阵，安尼咱应该爱好好啊，搁一摆来深想，到底咱是活伫咧你是我的老师，还是活伫咧我是你的老师？安尼迄款的态度、生命面顶，求主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搁一摆谦卑伫主你的面前，恳求主圣神不断来光照阮。主啊，阮感谢你，因为阮比别人较大声，诚做主你的儿女。但是阮的生命内面依然掺杂着阮的迄个原底迄个旧无安尼属伫主你的迄款的属性，安尼的生命。但恳求主圣神不断来光照阮，来引带阮，互阮会通真正看出阮家己生命的状况，也互阮会通欢喜来愿意来去改变，互阮愿意来谦卑，真正看每一个人拢是阮的老师，互阮伫主你的内面欢喜来学习，来亲像主共款，伫主你伫咧安尼传福，伫咧即个世间传福音、天国的福音的时阵，你怎样诚做这温度的模范？主你啊，求主将你的即款的模范，也真正会通深深来刻掉伫阮的心内。互你的话，诚做阮生活的准则。互你圣神不断来伫阮的生命内面来启示阮、引导阮、来光照阮。阮就要活出，互主你安尼伫阮的生命内面掌权作王，互你会光不断来安尼光照阮，阮就要来将一切荣光来归伫你。愿你的神不断来引带带领阮头前的道路，愿安尼恳求祈祷，拢上过做基督圣名，阿免。这是咱来吟回应的圣诗，圣诗529首，圣诗529首，伫我救主荣光面前，咱起立敬全首。我们是个。
请坐。这时，请咱同心来奉献，请吴承安执事甲曾子祥执事来施献。亲爱的主耶稣啊，感谢你，互咱唔当啊奉献，阮所有的拢是你的，阮的奉献拢是心肝乐意的，求主你接纳咱的奉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请坐。这时，咱来看本周的金句。本周的金句是伫哥林多前书第1章27节，咱同齐来读，请。上帝故意用世间人看做戆的代志，来互巧的人见笑；上帝用世间人看做弱的代志，来互强的人见笑。所咱来迎新报告，毋知有新来的朋友无？若无，咱请先来看报告事项。那一位，在乙醇后面那一位，嘿，穿黑色衣服那一位小姐，有来过吗？那可以请你帮我们介绍，自我介绍一下。欢迎。哦，欢迎。那会后也可以请我们社青的那个会友去跟这个小姐聊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的报告事项，请看咱周报内页第6页。报告事项第1点，本主日礼拜了后要召开中执会，请咱的中执备办心来参加。第2点，7月份开始，主日学要恢复实体上课。7月份就是后礼拜，所以请后礼拜家长会记得甲咱的小朋友带来教会。第3点，下一季7月到9月行事历甲后半年的拄金卡已经放伫招待桌，请咱兄弟家己来摕。具体消息的部分，第1点，9月初9到初10，伫嘉义中会教社部婚姻组要举办适婚青年联谊活动，欢迎26岁到40岁的基督徒青年参加。第2点，9月23到24，咱的总会妇女事工要庆祝妇女事工100周年的庆典，咱也要参加的兄弟，请妇女团契的比爱节来了解。
大道事项，请咱看本周的大道函，注意事项嘛，请咱兄弟家己过目。顶周出席奉献甲报告嘛，请咱兄弟家己过目。事项表的部分，下礼拜事项的兄弟，请咱备办先提早来教会准备。会计报告的部分嘛，请咱兄弟家己过目。若有错误，请向干事来提出更正。再来，牧师补充报告。兄弟平安。咱真欢喜应该讲用着真唔甘的心情，吼，迄落因为咱的新学生吼，伊今仔日的实习到伫咱今仔日即礼拜吼，就安尼到位吼。教会也要多谢伊伫咧咱即一年内面做真侪奉事吼。咱平常时吼，真学得看到伊做啥物货，其实伊伫咧教会内面安尼。不管是伫咧注意到，是伫咧咱的迄落青少期当辅导，是搁伫咧咱的音乐侍奉团，甚至有当时搁会爱做拍火的工课，就是咱影音服饰有当时欠单工的时阵，伊就爱赶紧来做安尼吼。所以即时来请伊出来练习来出来外口咱教会安尼。有一个小小的安尼，谢谢他哈。那么就正宗老师过来伊每年。应该讲，伊后期开始吼，应该讲对后礼拜开始，伊就去迄个家人的安乐教会实习吼。期待伊伫咧遐也有真好的实习。过来以后会通伫咧上帝国度内面做好的工。所以咱为着上帝国朋友好的同工吼，咱嘛有份吼。所以咱嘛会通安尼真感谢主，咱嘛安尼。安尼叫做伫咧上帝国度内面，咱与有荣焉呐吼！感谢主。再来，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亲爱的主，愿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不管过去的经历如何，愿为会当亲信，是伫一切境遇中，你的疼从来毋捌离开阮。阮的祈求，你嘛拢有按意伫听。今日 COVID-19 的疫情已经进入新阶段，也是阮学习爱甲病毒共存。求你赐智慧，予医学研究人员，帮助因有能力来开发疫苗，甲更较有效的药物，来对抗不断变种的病毒，予染病的人会当得到医治。主上帝。你是怜悯医治的主，你捌讲过，既然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迄个病人，主要叫伊起来。阮教会中有兄弟染着新冠肺炎来破病，主啊，求你赐平安伫因的家庭中，互因会当伫你的恩典中得到完全的平静甲安稳。我嘛祈求你医治的手，医治每一个迫切有需要的人。特别为着历史节节李云节来祈祷，主耶稣，求你施阮怜悯伫李云节身躯顶，医治伊的病，互伊会当早日恢复健康，也赐予伊有够额信心来见证上帝医治的大权能，也互阮的社会甲生活的运作会当早日恢复正常。主啊，教会是你设立，你是教会头。阮需要你的疼来宣扬真理，求你，予阮的教会会当时常保持宽容的心，去接纳真侪甲阮无共款的团体甲个人，予阮伸出阮的双手去接纳遐伫社会中受看紧、弱小、受苦的人。恳求你帮助阮，予阮会当成做世界的光甲盐。怜悯主爱主，阮要为美珍长老。玉金、立奇、立新来祈祷。人生上痛苦的事，莫过于
幼年丧父，中年丧偶，老年丧子。这种的悲伤痛苦，毋是阮会当了解。人的话无法度安慰因，恳求你亲自安慰夫妻因。爸啊，你捌应允过，上帝伫伊的圣所的所在做孤儿的爸、寡妇的保护者。我要特别为你饲来祈祷，因为伊甲伊的老爸争论感情真好。小小年纪的伊，心中有真侪为虾米？原知伫即世间有真侪代志无一定有答案，求主亲自激励你饲的心来安慰伊。愿深信主你一直陪伴伫你饲的身躯边，因为你珍惜伊所流的每一滴目屎，因为你就是遮尔疼你的囝儿。也恳求主赐予玉真未来有智慧来养饲这两个囝儿，求天父疼充满伫因的内面，赶走因所有的不安、孤单甲惊吓。亲爱的主，感谢你是上大的医生。阮虽然无法度避免生老病死，也毋过阮确信这一切拢是你的掌权。就像你捌道成肉体降世做人。你明白人肉体软弱甲限制，主啊，恳求你亲自成做每一个伫受病痛、痛苦的兄弟的医生，好因为我靠你来得到完全的医治。感谢你听阮的祈祷，原知无论阮有讲出嘴的，也是无讲出嘴的，你拢了解。感谢主，阮阁一摆将阮教会众兄弟交托仰望伫你的面前，求你来使用阮，成做平安的祝福。也恳求主圣神用讲袂出来的吐气来替阮代求。阮安尼祈祷，拢是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时，咱来吟线上营。圣诗397首，圣诗394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吟诗线，请林牧师来祝祷，请起立。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借着阮今仔日所领受的主，阮学习要怎样来搁较学习主你的谦卑，互侪人，当阮看见每一个人的时阵，阮拢看见每一个人拢将做阮的老师，互阮会晓谦卑伫咧中间来学习，互阮会通有搁较大的成长，也互阮的不管伫阮的人际关系。阮甲同事之间、家庭，拢平平得到主你的施恩祝福。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以真正胜。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风险。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避讳。